你看呢、台南市盐水区地头港南头港明郑时期先民迁移到南头港，走往北边的盐水月经港。你看那个地名的盐水地名番仔厝番仔厝，那个番仔厝那个番是平埔族啊，以前称那个没受教育文化比较早期没有开化的叫做番。你看地头港的比较有开化那个，你看是从大陆来台的，所以你看这个叫开化，大清时期的叫开化里。然后你看哦，康熙13年的时候就有宋江馆了，刚开始是搭草炭呢。那个宋江馆那个地方，到乾隆时期，有九天烽火宴的名称。那个咸丰时期有南昆生五虎千岁哦，三王公你看亲自哦，你看哦，借机降价来教宋江镇的镇话，你看。然后日治时期集水溪改变。日治时期集水溪改变流道了，本来在地头港南边2公里之处哦，然后改成经过了地头港庄北边了，宋江馆的北边。哦，古代宋江馆那边还没有集水溪啊，现在看那个宋江馆，那旁边就是集水溪的河床。哦，那个夏天哦，雨季的话，那个水都好像都淹到那个庙那边呢。看啊，村庄有郡天公的庙，西乡也是宋江馆，但是那个田都元帅说降机哦，只是说要在原先的旧的地方建烽火宴，9天烽火宴宋江馆。你看哦，田都元帅宋江也亲自那个踏庙机呢，他会借机筒，然后踏庙机原址，找到原址，然后兴建宋江馆9天烽火宴。78年6月16动土兴工。宋江爷公的圣诞日是好像几月几号忘记了，是6月份吗？好像是6月份。然后来你看哦，78年6月28日重建完工，竣工就是完工。哦，6月11日了，田都元帅圣诞了。6月11日，田都元帅圣诞日。78年6月16日是田都元帅圣诞日之后5天动土兴工了。那借机筒来踏庙机是5月份的，圣诞日之前的5月几日降价然后踏庙机然后6月16日是圣诞6月11日之后5天动土兴工。
78年农历6月28日，重建竣工完工。这个庙名九天烽火宴，庙名九天烽火宴是在乾隆时期就有了。看看，哦哟，清乾隆8年有没有？现在画面第一行，清乾隆8年6月初8日，他圣诞是6月11日，所以在圣诞田都元帅宋江也圣诞之前3天，有得到御制赐谥庙号九天烽火宴呢。清乾隆2年5月初4日，南昆生五虎千岁，三王公借机降价南投港宋江镇尾队盾牌的队员所以说是三王五虎千岁，三王公五虎千岁亲自来传授宋江阵法呢。这个神明亲自教宋江阵法的附近那个下营呢，明正时期叫海前营海边啊，下营的那个叫红毛错庄。为什么红毛错？那跟河南人有关呢。河南人你看呢，红毛错庄，阿毛厝，红毛错庄。你看那个练宋江阵的，也是在夜间训练宋江阵，结果有神明呢，神明应该是宋江爷的田都元帅宋江爷公呢，也是降价呢，他亲自教宋江阵的阵法。红毛错那个宋江阵很有名呢，有花脸宋江阵，又是有打脸的，有拍面台语的这拍面宋江阵呢，又是有脸上有化妆的呢。屏东也是有那个花脸宋江镇，然后下营红毛错那个宋江镇说是后壁那个什么长短树两块树，长短树现在是不是叫四安村呢？蜀安是不是？可以搜寻研究看看，两块树那个村庄传来的呢。传那个花莲的宋江镇，传到下营的红毛错庄。